启示录第16章。后来，我听见有大声对天年出来，甲迄7个天使讲：恁去，将迄7碗上帝的生气摒落地。头一个天使就去，将伊迄碗摒落地，遐个有兽的记号，甲拜过兽的像的人，就生草佮毒的疮。第二个天使将伊迄碗摒落海，海水就变做亲像死人的肺，海里的画面拢死去。第三个天使将伊迄碗摒落江河甲水泉，水就变做血。我听见掌管水的天使讲：现在存在，早存在，至圣的上帝，你是公义，你的审判公正，因为因有流信徒甲先知的血。现在你用血互因啉，这是因应受的报应。后来我听见这段有声讲：是啦，全能的主上帝，你的审判真实公义。第四个天使将伊迄碗摒伫日头，日头就得着权，用盐火烧人，然后大盐火烧，就诽谤有权掌管这个灾祸的上帝名，因要求无悔改，无归荣光给上帝。第五个天使将伊迄碗摒伫迄只兽的座位，兽的王国就变做黑暗。人因为痛苦假死，佮因为痛苦佮毒疮，亵渎天顶的上帝。因要求无悔改来改变因的所做。第六个天使将伊迄碗摒落愈发拉低大河，河水就打去，为着对东方来遐个君王准备一条路。我阁看见有3个无清气的神，亲像掺甲仔对灵的喙、兽的喙、甲假先知的喙出来。这个是为惊奇迹的恶魔的神，因出去召集普天的君王，伫全能的上帝所定着迄个大日子出来交战。要注意，我话亲像贼来，迄个青青衫穿便便的人真有福气，因时到毋免tran体行，才免互人看到伊赤身裸体的见笑。遐个恶魔的神就组织普天的王伫一个所在，仪表来话叫做哈马吉顿。第7个天使将伊迄碗摒伫空中，就大声对圣殿的宝座发出讲：完成啦！迄时有4人响声、雷，甲大地动，地上人类以来毋捌有这尔大的地动。迄个大城巴比伦就离做3地，列国的城市嘛倒坏。上帝记得大巴比伦城，互伊啉迄杯对上帝极大受气的酒，所有的海岛拢走无去，山嘛无搁看去。然后对天顶有落大炮来点人，逐块重约50公斤。人为着炮的灾祸就亵渎上帝，因为这个灾祸非常严重。